是好新闻，新竹一个87岁阿嬷家里拎轮椅要转去，一个无小心为轮椅顶摔落来。这个巡逻的警察赶到位，阿嬷听到讲要叫救护车，真紧张。为着要来安打着阿嬷的不安，这个警员归去塞轮椅，甲阿嬷送转去。这个画面感动真侪人。 监视器画面有翕到一个远景，塞轮椅顶面有坐一个阿嬷，在那慢慢啊行。厝边时后壁佫对一台警察车伫介护，唔知人会当作讲这毋知是虾米款的大人物。其实这是一个87岁老阿嬷，本来是家己坐轮椅去病院，要不过要转去的时无小心煞滑倒。巡逻员警赶到现场，本来是要甲斗叫救护车，要不过这个阿嬷真紧张，为了卖刺激到阿嬷，员警归去用行的一路塞阿嬷转去。老妇人呢，情绪呢，稍微激动了一下。那我们这个远景呢，二话不说哈，在寒风当中呢，这个远景哈，这个推了400多公尺。针对警方这热情服务，阿嬷家属嘛真感谢。他非常的令人敬佩啊。因为这种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热心肠的警察。就是安尼，对着每一个市民拢同款，很热心的协助，嘛无怪所有看到这画面的民众拢讲，新竹的环境实在足甘心的。